親情無價，點樣先可以擺脫自我綁架？2010年，小慧企喺中學禮堂台上，焦慮咗望住台下興高采烈嘅家長，想揾出爸爸嘅身影。可惜佢哋出現。畢業禮完咗之後，佢返喺課室，趴喺台上，默默咁飲合。爸爸，你點解成日都唔返嚟？細個嗰陣，爸爸每日朝早幫小慧梳頭，拖住咗細細隻手去大快活食早餐，食完就一齊返工返學。嗰陣媽媽仲未起身。由中學開始，見爸爸嘅機會越嚟越少，一年得10次，到後尾一年得2次。中秋節過新年，大家例行公事嘅聚一聚，都係喺幾十個親戚朋友嘅大堆頭聚會入面寒暄幾句就算。覺得爸爸越低越陌生，佢有冇喺度都冇乜所謂。聽到爸媽嘈交聲，見到媽媽躲喺廚房度嗌，小慧對呢一個男人越嚟越憎恨。畢業之後，小慧做咗助理社工，跟住佢社工哥哥姐姐到處幫手嘅弱勢社群，爭取佢哋應有嘅社會權益。見到好多唔公平、唔合理嘅社會現實，令佢孕育咗好強烈嘅社會責任感。每次抗爭行動，小慧都毫無顧忌咗企喺最前線，仲贏咗個小辣椒，冇花名。有佢哋衝撐平，每個人都好激昂，成個運動嘅力量都大咗唔少。佢都好享受被人崇拜、做領袖嗰種快感。為咗報答支持者嘅擁戴，小辣椒嘅行為開始越嚟越激進。佢前線大嗌口號變咗日常任務。媽媽患上咗嚴重糖尿病，加埋長期抑鬱，精神狀態越嚟越差。爸爸結束喺內地嘅生意，返嚟喺香港做嘢，順便照顧下媽媽。但係喺小慧心入面，呢個人根本就唔存在嘅世界。有一日喺一個抗議示威現場，爸爸買咗份午餐，走入人群，遞床俾小慧。小慧接咗，叫佢走。社工問小慧佢係邊個？小慧話佢係我朋友。有氣，好似一道閃電，跟住你爸爸成個人就好似俾雷劈咗，震聾咗佢對耳。冇抽搐嘅一下，呆咗一陣，默默咁走咗。2014年，中國政府反口，唔再承諾俾香港人可以直接選舉，香港人可以掌控自己命運嘅希望就冇話滅咗。大批市民走上街頭，表達強烈不滿，佔領中環運動就冇開始嘅。旺角同油麻地都有響應佔領行動嘅活動，小辣椒周圍走，派傳單、派物資，忙到揀停手，開始俾警方留意住，盯上佢。唔知邊度走咗班人睇，搶咗嘅傳單擺去垃圾堆度放火燒。小慧衝過去，死命搶返嚟未燒嘅傳單出嚟。警察即刻到嚟，小慧俾人控告縱火同煽動暴亂罪，判咗3年監。喺長達2年半嘅服刑期間，一次又一次有人咁探家，爸爸媽媽隔住鐵欄慰問安慰小慧，但佢淨係關心媽媽嘅病情。佢同呢一個男人講過半句說話。刑滿出獄，爸爸揸車接小慧返屋企，呢次差唔多係乜嘢第一次單獨傾偈。爸爸首先開口：我明你有社會心，都明你俾人陷害嘅心情。未等佢講完，小慧就頂返佢：
你明個屁啊！你知咩叫公益，咩叫良心咩？我哋最需要你嗰陣，你喺邊度？飲酒、唱歌，唔好教我點點點，你根本唔明。爸爸回應：我哋話你唔啱，只係希望你醒目㗎，唔好咁高調啫。你知唔知印度可以獨立嘅真正原因係咩？小慧着起鼻哥，哼咗一聲，唔係因為聖雄甘地堅持唔屈咁爭取返嚟咩？你點可能會明啊？爸爸輕輕咁講咗一句，我同意，係甘地嘅無私奉獻，但係最根本嘅原因係佢嘅談判對手係英國，唔係中國。小慧奶睇咩意思啊？爸爸話因為英國係一個文明國家。小慧閒咗一陣，心入邊暗暗咁講：啊，明啦！小慧從來都冇聽過佢諗過嘅說話，爸爸點解會有咁嘅見識？真係唔簡單喎。佔領中環運動平息之後，中國政府開放自由行，大量內地人嚟香港消費，香港經濟都被刺激起身，感謝中國政府嘅聲音越嚟越多。佢哋帶嚟嘅暴發戶嘴臉，引起咗部分香港人嘅反感，年輕人嘅本土意識越嚟越強烈。2016年尾，深水埗出現咗魚蛋革命，本土派年輕人對抗管理隊，群眾集結，演變成燒垃圾嘅街頭激烈場面，有一個警察俾人推倒受傷，帶頭嘅梁姓男子俾人拉囚，判咗6年監，同小慧當年嘅罪名一樣。小慧嗰陣都冇現場，不過佢好似學識咗佢哋，佢再衝去最前線。平靜咗幾年之後，小慧慢慢感受到屋企嘅男人帶返佢嘅溫暖，媽媽嘅病情都一步一步好返緊。嗰個幫佢梳頭髮、拖住手去食早餐嘅畫面，一點一滴咁浮返上心頭。失去咗嘅父愛，好似又再喺眼前浮現出嚟。我應該伸手去諗住佢，定係繼續抗拒呢？我係咪俾自己嘅怨恨綁住佢自己呢？如果我重新接受嘅，係咪等於背叛自己呢？我會得到啲咩？我又會失去啲咩？我失去咗係我哋堅持，但係我究竟堅持緊啲咩呢？我哋朋友會點睇我？佢哋會唔會覺得我失敗啫？唔會。佢哋只會笑一陣，之後就同佢哋嘅關係啦。好啦，行一步算一步啦。2019年，香港政府借住一單香港人喺台灣殺咗女朋友嘅案件，提出修訂引渡逃犯條例。喺立法會投票表決嗰日，有幾百人聚集喺立法會大樓出面，希望可以向入面嘅議員施壓，否決條例。場外有冇人用擴音器發言？有個白頭髮嘅男人同大家講：呢個唔係咩逃犯條例，佢其實係送中條例。以後我哋犯咗冇假冇立侵法，佢哋就會送我哋去中國大陸受審。一旦通過實施之後嘅後果，大家自己睇下啦。如果你哋接受唔到，就一定要企出嚟反對。不過我一定要提一提，我哋要用和平、理性、非暴力嘅方式去表達反對，唔好俾佢哋有借口打壓我哋。呢個簡單明確嘅講法，令到所有在場嘅人，包括咗遮打花園等緊表決結果嘅幾千人，都徹底明白發生緊咩事。千言萬語都掩蓋唔到嘅。身邊嘅人問小慧：你識唔識呢個人啊？佢係我老豆。小慧勇敢咁大聲講，細聲咁對住自己再講一次：
佢就係我爸爸。條例通過立法之後，100萬人上街抗議，要求撤回條例。特首暫緩條例執行，200萬人再上街。特首撤回條例，父女2個手拖住手，從來都冇錯過每一次機會。2020年7月，中國政府幫香港立咗國安法，行使前線嘅抗爭人士陸續俾人拉同起訴。10月，小慧啟飛去英國嘅航班登機口睇住爸爸媽媽，已經冇咩好講。爸爸喺英國嘅朋友都安排好晒之後嘅一切。靠喺飛機個窗邊，望住香港慢慢變細，小慧問自己：我做錯咗啲咩？爭取本來應該有嘅權利，點解一時之間就變咗犯罪？啲人承諾過佢哋，點解可以話佢就冇？咁靚咁美好嘅城市，係我屋企，係我成長嘅地方，以後仲可唔可以返嚟？收埋嗰種撕心裂肺嘅激情，忍住那世界沉淪嘅傷痛，只有嗰份身不由己嘅無奈，假裝瀟灑一下，輕輕嘅我走咗，正如我輕輕嘅嚟，我揮一揮衣袖，唔帶走一片雲彩。祝福你哋，再見。